新德县的关西镇有一块3000平工业地，民众买地整理的时阵才发现讲土地有重金属的污染，赶紧通报环保局来处理。想袂到乌来到地，发现到6米深的土壤拢有重金属，即阵在地民众就真烦恼讲水源的受到污染。这块地面顶出现大量的阴间废弃物，搁有一空一空污过分液。新德关西工业区这块3000平的土地，新的地主准备开发进程，挖到土骹底2公尺，才知影有重金属污染。想袂到进行环境修复的过程，佮发现6公尺深的所在，有带水银、甲铜等等的重金属。重金属的东西你埋下去了，你土地其实它的土壤就是已经死掉了。虽然这是一个工业区，但是我们关西的民众有非常多人都还是在饮用山泉水，或者是去取这个上游下来的水。那我们希望这一块土地可以真正的清干净。环保局来到现场勘查，未来会针对6公尺下骹的土壤做验证，再来卖要求整地计划负责人重新提出新的计划。当然，我们会要求他土壤要测到6米以下。那后续我们环保局也会针对于6米左右土壤去做验证。目前我们进度来讲是做到60%了，60还剩下40%，我们预备在明年中大概就会做。民众希望会使赶紧处理污染的问题，因为这是当地水源头，若是影响到水源，上百人的健康恐惊会受到危害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